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师父利用短短的时间来给各位大家报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，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，就是度人跟度己呀。你度了别人，也度你自己。这个里头的公案很精彩，师父给各位大家介绍报告。有一个撒哈拉沙漠被称呼为死亡之海呀，因为19世纪之前，没有人能因为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后呢，还能够活着走出来，没有人。直到了1814年以后，有一支考古队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。这一支考古队很艰难的在荒漠之中走着，一路上随处都可以见到遇难者的骸骨。这时候队长就决定说，让大家停下来，找一处高地，一定要挖一个坑，把这些遇难者的尸骨都把它埋起来，然后呢，还用4支跟石块为他们立上一个简单的墓碑啊。但这个样子呢，进行了半个多月，依旧没有任何发现。由于遇难者太多了，有的队员呢，甚至于抱怨：我们来是考古的啊，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啊，不是来收尸体的啊。面对着这些队员的不安情绪啊，这个队长没有辩解，而很坚定地告诉所有的队员们：你要知道啊，每一堆的白骨曾经都是我们的同行啊，你们忍心让他们沉尸在荒野吗？我们再坚持几天就好啦，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1个礼拜以后，这个考古队啊，终于在沙漠之中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古老文物啊。当他们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沙漠突然刮起了风暴，这个指南针也被弄坏掉了。考古队员们呢，完全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这队里面的所有人员呢，就开始出现不安的情绪，想着说：糟糕了，自己也跟那些人一样出不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队长呢，突然间就安慰大家说道：你们不要绝望，不要绝望，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在路上留了路标了。于是他们沿着来的时候一路掩埋这个尸骨所竖起的墓碑，最终他们走出了死亡之海。各位，这一段话让师父很感动。古人呢都告诉我们，若对别人好啊，别人自然也会对我们好。有一句古老的谚语，他就说：赠人玫瑰，你手留余香呢。正是这个意思，运气会流转的。我们给别人的爱，终会惠及自己。我们人生的路上，谁都可能会有雨天没有带伞的时候。如果我们肯帮别人打伞，日后雨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也会有人替我们撑起一把伞。但愿我们大家都能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，照亮低谷里头的别人，点亮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给世界带来美好跟光明。度人就像度己，度己也是度人。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在提升自我，实现自身的价值，而提升了自己的品德跟能力，又更能够帮助别人。正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常存度人之心，方可以度己之难啊。你的灾难就可以度过。命运从不偏负任何人，那些所谓得到上天眷顾的人，只不过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度人者自度之，自度者天度之的道理。这样的人可以是你，也可以是我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尽量发挥你的爱心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刚刚这个公案让我们听了以后很受用，也唤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你发挥爱心，有一天爱心回到你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